好啦，乡亲朋友，一起困过后啊，转到呢节目当中，我夹夹哦，继续来乡亲朋友，来讲到的呀话题啊吼，就是你呀平时啊吼，食东西的热量啦，按样的酸啦，还有啊，迄个我的减重的时间，食东西的顺序，头先我有讲到咧吼，我先啉到的糖，食到的较好消化嘅呀，青菜呀豆，果子呀豆，即食起来过后咧。嗰撒下来，其他先选肉哈，肉爱先食，肉莫是莫是豆腐了豆哈，蛋白质。肉嘅吼，一个肉类爱先食，唔咩一个饭也都爱先食。因为咱拍觉哈，迄你身体做唔得少诶，做唔得唔是咧该运用啦哈。你唔是咧时节像你就得哈，该减肥唔咩种清好诶方法咧时节哈，就等于是唔是断食哈。哦，就头先就讲到嘅嘛，高卵拍这类一个减肥方法咩？高卵拍这类就另外一种诶后遗症啦哈。你讲适当诶一个蛋白质哈，是讲适合自己的一个分量哈，迄轻松肉哈，莫适到按度的该肉，按度的该豆腐的时间哈，因为造血功能嘛会被影响，嘛会让向度哈，还就等于该乱拍觉得该食物莫适拉的时间哈，因为讲该头脑毛，嘛会落头脑毛哈，骨素呢，皮肤嘛会变咯，较讲糟糟啊，也系糟糟啊，含胶原蛋白嘛会流失哈，所以你的蛋白质含的要血哈，所以你是啉汤食了到青菜、果子、食起来，你做的是到肉，肉气要了油哈，含了肉气嘛係你做的维持饱足感較久的食物。我就生肉嘅本飽較久的，迄個冇生肉嘅時間可能食落去可能有飽嘅感覺，以下2點鐘可能個搖咧。你講而是就饱足感的食物哈，你通常要食較多的青菜哈，還有像芭樂啦、菱角啦哈，那種的含那種的較纖維較多的一個食物哈。其實按飲食的時節，當夾是會搖哈，會搖哈，含你就食到肉哈，第二度就亂拍住，就到肉，第二度就到肉哈，你都胃裡面的消化時間會較長。都胃的消化時間會較長哈，所以佢做得延後該胃裡面東西排空啦哈，該胃第二度就東西的時間是唔會按夾是就上來血哈，所以你係諗拍這個食物是輕鬆肉哈，係你按飲食唔拉，係愛上來血的時間，讓做得食到飯，做得食到澱粉的一隻食物哈，按飲。因為你倆冇做些冇像就到研究到很會去種田種菜，係講做廚師呀，做廚師了就研，讓我食較多的啲飯哈澱粉哈，佢會溶脫哈，你喺做辦公室都無卡是做家事做洗衫，了就會輕微家事哈，唔係講做按廚嘅些哈，嘛你媽冇運動嘅。習慣嘅時間哈，係所以也講天分類就愛量愛留意減下大啲是唔需要很多天分類嘅哈，所以啲吃飯嘅順序哈，都得按樣來做哈。古時也係講到食飯嘅一個順序來講，第一就係一個湯，再過來呢就係青菜果子，過來就係卵拍質咯，那也係肉氣啊，青米醬係呢天分類嘅，也都食物嗬，也就係講到也食東西嘅順序。迄個按用的時間，會較好啲喂。按用你食到佢嘅熱量會較少啲喂，吼。還你嘅蔬菜水果就是較多嘅時間，你嘅纖維較多，吼。你啊纖維度，你嘅蟲嘅第二度嘛做得干擾熱量吸收，吼，是講你嘅熱量嘅吸收是唔會按高，唔會就是講唔會吸收到按好嘅意思。唔會吸收按好嘛，做得講。減少呢種嘅血脂肪偏高嘅一種問題。按用嚟做得來調拖地會講，嚟做得食起來當有飽嘅感覺。好，我就較唔會咬嘅東西來食嘛。頭話就講是講，你就對嘅食物哈，較硬哈，較多擺嘅東西哈，你食到肉。
吼，你肉就得咱泡脚，还有你的油分，哈，你都得，让我们饱足感较好，哈。你是食淀粉的时节，哈，是清洁料。哦，食淀粉类电多的还加油骨素咧，所以就等于讲，其实食材佢冇食肉，是食饭配个香菜，系放香菜天天。放香菜哈，安然哈，可能哈食饱就点钟想爱食东西。哦，真是嘞吼，所以来呀吼，你意思也解讲食东西的调整，真是当初有可能用的调整，也就是说得轻轻松松来减重咧。讲起牙膏还有当然啦吼，要当到嘅减肥方法，要有到嘅好味真啦吼。恁就记在你嘅聊乡亲朋友，咱就讲下都有哪条嘅减肥这方法，伊个呀后遗症吼是很严重嘅。你讲嘅那种吼，青葱肉吼，痛到变到肥吼，唔拉的时间吼，你嘅该代谢嘛会受影响吼。像你嘅食个热量吼，你减肥之后当日就1000大卡。一日最少要有1000卡，你爱那种痛大唔食东西吼，那种无到800大卡的时间吼，该就到身体的一个器官吼，佢需要的一个营养素是唔拉的时间，你器官可能是会萎缩，吼，也是让向功能哈，你看到就有案例啦，吼，是讲，那种唔拉800大卡的时间哈，就细特会猝死的一个案例，因为你些东西那个电解质是不平衡，不平衡时间，你对心脏一个跳动就会一个影响了哈，所以该那种唔来就猝死，有几个猝死的案例是要较注意。我说个基本的热量要有啦，这样唔会讲啊吼，个开车嘅。都无法度开车咪吼，用做要抽神也个希望给你。很久等哈是唔是东西的热量减得很低的时间哈，很久等因为让向个内分泌内分泌失调就都麻烦。就讲案例是20岁天洗阿摩的哈，伊相当严格的方式做减肥啦哈，含适当少哈，个都没是让向给脑下垂体哈，按月经是唔来哈，给一个水分的代谢嘛就有问题哈，就看佢该规张黏稠稠，唔过给面系重。哦，黏稠稠，唔过规张面系重的，系水肿的一张问题哈，按也是那种的一个有的伤害啊，那不可逆，是讲后。所以讲，自己有造成身体的伤害的时间，你爱好做呢就冇可能。可能係按言其實可能有一種其他一個藥物哈，或是的控制哈，是按年輕麻煩的一種。古說啊，一個減重減肥嘅後遺症哦，迄個冇正常嘅，吼唔正確嘅一方法哦，後遺症真是當多哦，有啲朋友我來注意吼。好講到呀，你當然就一條部分啊，我來去注意咪，唔好嘅，你就唔好去做。再講來，除咗食以外啊，還有一點當重要嗬，就係愛甜筒啊。你講你冇甜筒，你就冇法度來開車咧咩？潤筒係增加代謝率嘅好方法，開車你會較高調嘅。你講潤筒唔係講燃燒熱量甜啦，嗬。你潤筒最好是可以練肌力，然後肌耐力，嗬。然後也該超肉嘅該就是說瘦肌肉組織嘅。那個量，至少要保存，莫講流失唔啦，和你的骨骼肌較多的時間，你的代謝率是越高，所以就得運動，像你去行路，或是跑步，就得你講練習嘅心肺功能，心臟然後呼吸，去調整那種心肺功能，不過就得重量訓練。重量訓練會唔會變做一個唔講嘅？要看肌肉動作也得。要看強度啦，哈。即係強嘅，你嘅肌肉訓練是為咗熱態，好。你愛減肥目的哈，唔係講肌肉一定要結態啦，哈。不過你攞啲肌肉保存嘅時間哈，你一種有肌力嘅時間，你代謝率較高。讓我們講伊凊彩食物嘅東西就肥起來，吼，還你的肌肉的體積較細，
較細，嚇，你柔粉的個體積較大，所以人看起來咪會較臭，所以你皮肉較多咩？皮肉較多，看起來就是平常的。平一三人可能全部係50公斤，唔過佢嘅皮肉延伸的皮肉較多，一三人看起來衛生的一線條來講，佢就會較肥嘅。你去練嗰種重量訓練，練個肌肉的人哈，所以看到是看起來較臭的，是唔會看起來暗肥哈。你講該聽我講該BMI，吼是講體強是做唔得，所以你講體重嘛做唔得，吼，你是講維持該健康 BMI 時間，讓人看起來。強壯按人唔會，有啲人是講強壯 BMI 係好的一個理想的一個狀況，唔過佢嘅皮肉嘅比例較多嘅時間，佢係你看起來較肥，吼，你要到佢調整到瘦肉較多，看起來較瘦按人。好，古時人講到吼，一個可以調整一個方法，除咗意思一個食啦，吼，韓國意思運動以外哦，真正嘅吼，做起來特別好嘅時間，將做得本人嘅身體啊吼，做得人講到較臭啲位吼，韓國做得較空天啲位。特別係講你年紀較大嘅時間吼，你下肢嘅肌肉嘅一個訓練是挺重要。哦，腳嘅一個肌肉訓練當重要。當重要吼，人肌肉有訓練較有力嘅時間吼，你較唔會跌倒。哦，即係講一個肌肉訓練到較有能力條嘅時間，吼，你嘅即係唔會跌倒，較唔會樣對身體來講吼，當然。會較好啲位啦，吼，因講到呀，吼，其實20一部嘅吼有出一本書哦，佢講呀個靈通啊，就做得來改善體質，一啲擺度呢，咩要當到以後嘅概念，所以來用嘅來靈通來改善體質，韓國用呢條嘅概念我來同大家講，一陣了下，家下應該進到節目當中，再來請依連來留大家來講到。